来关心国内消息，来讲台中有一位37岁涂先生，最近半年来呢，这一天闹4、5摆，伊刚刚安尼唔对，就去病院检查，发现讲得着肠癌第4期，而且呢转移到腹膜，医生替做手术，佮用这个新式高压的气雾化疗，治疗的效果真好。 欢喜和医师翕相录纪念，头前这位就是涂先生，有结婚、啉酒、步槟榔的关系。每一天绕赛4、5摆，去医生看，才发现得到肠癌第4期，含发病巴肚膜转移。明明槟榔就比较没吃，又一直在拉肚子，所以才会跑去做检查。医师讲，涂先生来时阵，肠癌的肿瘤已经5、6公分，肠仔嘛凸起来，癌细胞阁是恶性，可以断开，嘛真歹治疗。 医师先做手术，把伊的肿瘤含15公分的肠仔提掉，尾仔再搁用新式巴肚高压气雾做化疗。简单来讲，我们就是把化疗药物从液体，然后变成气体，然后让它变成纳米化，以及我们再将腹腔内的压力提升到20。医师讲，这摆手术成功杀死肿瘤细胞，让涂先生的指数恢复正常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